今天的单词是當，它首先可以用作动词，就表示是主观认定，就是说话主观上认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是什麼性質，是什麼樣子的。你聽我講先啦。你仲有咩好講啊？你聽我講埋。我當你兄弟，你當我契弟啊？當你契弟。算啦，冇講啦。一兩銀，你當係咩啊？起碼都10兩啦。哇！你都要10兩，唔好去搶。好，有種。你都覺得好咧？當主你當我冇講過咯。第二個呢是指典當。大妹，當屋佢哋買翻嚟。喂，你當埋嗰套衫你翻工揾咩嚟替換啊？15歲當埋阿媽去菲律賓做工人啊！係啊。它可以用作名詞，就指那種不固定的臨時性的攤位。喂，大佬啊，9點鐘至開檔啊，加8點9爭幾個字啊？要咩嘢啊？你做雞做到小販咁樣，通街擺檔，好意思話照足我吩咐嘅？也可以用作量詞，就用來計量攤位或者生意。我以前係跟佢老豆嘅，後尾佢老豆過咗身，傳咗當生意過佢，我咪繼續做咯。嗰啲邊牛肉我食嘅，我將旺角2檔雞雜俾咗你。